大家好，歡迎收睇 A&D Channel。TVB 全新愛情時裝喜劇《虛擬情人》將會喺4月28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點半至9點半播映，播到5月16號。主要演員有黃敏奕、朱敏漢、黃子恒、林景晴、袁文傑、胡蓓蔚、周志康，監製係徐正康、林偉晴。呢一套劇全劇只係得15集。TVB 之所以再開機械人嘅題材，應該就係想承接住2021年熱播由李佳芯、施君、陸永主演嘅智能愛人嘅 AI 熱潮。虛擬情人嘅劇情講述女主角由黃敏奕飾演嘅晴晴係外表高冷嘅電腦奇才，佢以心目中伴侶嘅理想條件喺大學時期創造咗事事以佢為先嘅虛擬完美情人，由朱敏漢飾演嘅 Adam。Adam 擁有人工智能學習能力，透過網絡平台成為無數女性嘅虛擬情人。10年之後過去，晴晴歷盡感情創傷，對愛情失去憧憬，與虛擬情人平台夥伴兼現任男友由黃子恒飾演嘅井俊二，只係互惠互利、各取所需嘅關係。但 Adam 因為一次程式漏洞，意外闖入現實嘅世界，展開咗一段尋找純愛嘅歷險。初次接觸人類嘅複雜情感，但係執着於純潔嘅愛情，亦都令晴晴重拾戀愛嘅簡單。之後井俊二意外發現 Adam 嘅真實存在，就設法對付 Adam， 形成一個似有若無嘅三角關係。今次虛擬情人有啲咩賣點呢？首先，朱敏漢首次擔正任男一，拍黃敏奕都幾有新鮮感。朱仔仲讚黃敏奕係佢想合作嘅女藝人 No.1。而朱仔出名身形健碩，喺劇入邊佢亦都唔會吝嗇展示佢嘅最強 body。朱仔早前喺訪問亦都提到，虛擬情人係 TVB 最多90後參與製作嘅電視劇。佢同黃敏奕兩位男女主角，再加監製，竟然都係90後。另外，同奪命提示一樣，呢一套虛擬情人原來已經喺2022年至到23年拍攝同埋製作，咁即係話拍完都已經差唔多2年之後先播。而演員方面呢，亦都係大家都有楊卓娜同埋鄧智堅。至於已經啱啱宣布離巢嘅譚嘉儀，就喺呢一套劇入邊，終於會獻出佢嘅熒幕初吻，亦都係佢入行10幾年之後嘅首次。而呢一套劇亦會成為佢離巢前嘅最後作品。好啦，今日我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唔知大家期唔期待呢一套虛擬情人呢？記得俾個 like 我，留言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我哋下條片再見。